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第一选区这立委的选战，国民党是派马文君，民进党是派蔡明宪。啊，这个海军的真顾问贵属昨暗到南投，帮民进党的蔡明宪来徛台，伊是来配赏着马文君老国肥，趁钱趁爸爸，引发着马文君的怒火。马文君来回击，讲这蔡英文敢有老，陈菊敢有肥，讲这是咧侮辱女性。 另外，针对着贵属下跪，骂马文君是卖国贼，互人口面上招待人游览。马文君讲，这已经是意图使人袂当算是抹黑，要甲对方告。海军前顾问贵属昨日去到南投，替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蔡明宪徛台助讲，规伫台顶哪讲哪靠。他虽然年轻，他不是像他那么老，那个老女人，趁钱趁到爸爸，规个安尼哦。伊伫台顶骂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马文君真生气。 郭喜说：“我又老又肥，对于曾经生儿育女的女人来说，这是人生最大的价值。我想请问，蔡英文老吗？陈菊肥吗？”马文君阁将总统蔡英文甲高雄市前市长陈菊侃侃入来，认讲对女性的人身的攻击是侮辱女性。 有失言的部分，我在这边也郑重的向马文君道歉。但是你泄露国家机密，也获得韩国官方的一个证实，还有你收取回扣的一个部分，那你是不是也要说清楚、讲明白？蔡明宪代替贵属会师的，也过嘛感谢贵属当时分享尖感的内幕。郭喜现在像演戏一样下跪，是为了求自保。等到未来查清楚、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他的下跪就是要跟国人谢罪了。 针对贵属的指控，马文君拢无承认，也有针对讲调官假做唱水监、串通外人诈骗国防部等等，强调讲这拢会一直查办，认为讲贵属已经是抹黑，意图使人不当选，会甲律师研究要安怎对伊家提出告诉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